各位，香港醫學會喺上個月月底呢係收到衛生署嘅信件嘅，咁政府就住監管私營診所嘅計劃呢係向業界諮詢嘅。喺現在，註冊西醫只需要攞一個商業登記就可以開設自己嘅診所，將來或者唔會咁簡單啦。政府係打算監管除咗獲得豁免之外嘅所有私營診所。換句話講呢，將來仍然會有啲診所呢係因為獲得豁免呢可以不受監管㗎。喺呢一輪嘅諮詢，政府係想聽取業界兩方面嘅意見。第一，監管嘅細則；第二，豁免嘅條款。我想先同大家講一講豁免嘅條款㗎。簡單嚟講，政府係想豁免小型診所。咁乜嘢叫做小型診所呢？一個診所之中，如果有3個或者少於3個醫生，而呢3個醫生同時都係診所嘅董事，而呢3個醫生亦都係慣常喺呢個診所應診，而呢個診所又不會進行任何高風險嘅醫療程序呢，呢個就係一個小型診所啦。咁小型診所入邊嘅每一位醫生呢，如果喺不超過2間小型診所應診嘅話呢，相關嘅小型診所呢都可以獲得豁免㗎。對於以上嘅數字，即是話3個醫生同埋2間小型診所呢，政府係持開放嘅態度，亦都想聽取業界嘅聲音㗎。若果你喺呢方面有任何意見呢，請你聯絡香港醫學會，我哋嘅電郵地址係 hkma@hkma.org。咁小型診所需唔需要申請或者申報先至可以獲得豁免呢？政府暫時係未有任何嘅定案㗎，但係就有2種諗法。第一種諗法係免申報機制，第二種諗法就係申報豁免機制啦。喺免申報機制嘅情況底下呢，醫生若果認為自己嘅診所係應該可以獲得豁免嘅話，就乜嘢都唔使做，只需要繼續執業就可以啦。喺申報豁免機制底下呢，醫生如果覺得自己嘅診所係應該可以獲得豁免呢，佢就需要向有關當局申報。申報之後，衛生署係唔會派員巡查嘅。咁但係就會對診所呢發出一個申報嘅收據。當然啦，申報嘅收據唔代表診所的確係可以達到衛生署要求嘅豁免標準㗎。萬一將來有任何醫療事故，而衛生署巡查又發覺診所的確達唔到豁免嘅標準嘅話呢，就可能會有法律嘅後果同埋責任啦。申報機制同埋免申報機制係各有千秋嘅，政府暫時未有定案。但係將來就會二擇其一，而今日就好想聽到業界嘅聲音。若果你喺呢方面有任何意見嘅話，請你聯絡香港醫學會。再講一次，我哋嘅電郵地址係 hkma@hkma.org。喺下一節我哋會講一講監管嘅細則，唔好走開啦，一陣見。